穿我，實手繼續琢磨，為城內自我交錯，用黑影掩蓋煙火，像閃光的那位，其實就是我，看着我身影閃過，偏惹是榮辱痛楚，自找的禍，在談中也談論過，案例太多，處境多折墮，閃光下誰是我？不斷循環自轉，怎麼開始發覺厭倦？